大家北上會做咩？大部分嘅答案都會係按摩、食嘢，我哋都唔例外。地鐵一出，2分鐘內就可以按摩加食嘢，方便。究竟喺邊？地鐵向西村站 B 出口，根據高德地圖，步行唔使2分鐘就到我哋按摩嘅地方鄭園苑。一入去已經見到好多客人，技師都會一起嗌歡迎光臨。我哋今次做足療按摩，包括浸腳、收腳、按腳、按肩頸。首先浸腳，可以行氣活血。同時間，技師會按肩頸，手法到位，相當有經驗。力度方面有要求都可以提出，輕力重力都照顧到。由於都市人經常坐寫字樓、對電腦或者坐得多，肩頸變得相當繃緊，造成疼痛、酸軟。按摩可以舒緩疲勞、鬆弛肌肉，係一種享受同治療。之後會按腳，通過腳底穴位調整五臟六腑，促進血液循環，身心舒暢。加上我哋經常行路，企得多，腳部承受唔少壓力，鬆一鬆就可以行更遠嘅路啦。我哋今次冇收腳，咁就可以多啲時間按腳、按肩頸，最後搽上護膚膏。全面清洗雙腳，整個人都精神咗。離開嘅時候，全部技師都叫歡迎光臨，慢行。咁我哋就慢慢行。美團優惠80個2毫半，55分鐘足療按摩，唔使2分鐘，已經到我哋食飯嘅地方。喜上甲，一睇就知，當然出名乳鴿。原來好多人客，唔通好好食？我哋點咗4人餐，鮮泥黑木耳係前菜，冷盤，爽口，帶點辣，惹味。主角紅燒乳鴿出場，望落好靚，皮脆肉嫩，加上熱辣辣，燒得剛好，的確係招牌必食首選。加上青檸汁解膩。準備下一個菜，黑松露鴿飯，普通飯加上鴿肉，味道突出唔少。黑松露更加令飯嘅香味升華唔少。最重要係食埋飯焦，脆卜卜嘅感覺，多重口感。小炒牛肉呢個就正常水準，微辣，冇咩大嘅驚喜。底下有蠟燭慶住，保持溫度，唔會咁快凍。蟹黃豆腐，豆腐軟滑，加上蟹黃，配飯一流。生姐菜花鍋上，同樣熱辣辣，而且係有機菜，特別爽口、新鮮、美味。飲品有竹蔗茅根水同埋手打檸檬茶。打卡收藏，新鮮榨汁菠菜涼粉1份，味道非常特別，有新鮮菠菜味，加埋涼粉，凍食一流。品格暢聚4人餐，美團價358蚊。有涼菜，招牌乳鴿，鴿煲仔飯2選1，招牌熱菜3選2，招牌時蔬3選1，
飲品二選四，2分鐘嘅路程可以按摩食埋乳鴿，輕鬆一下之餘，又可以食到美味乳鴿。地鐵直達，按摩完食飯又得，食飽飯按摩又得，快閃北上好節目，的確唔錯。請大家支持我哋頻道，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下條片再見。